他就说呢，我都能追凶那个对象那个，能追，最头个到了还路咁样，还路个人做赌个，个做赌，你学过啲个做赌嘛，个去还路你用波啲瑞，天都凶个，就是嘛，一学过头那个，问题个也还路赌，问题个还也得问个去，个种个使用，个做包容，还得他们那去，赌错人多。我赌那丑，我赌到我哋家都赌孬，赌那丑，我赌那我哋家都多，一個個波學得猛，個周末滑咯，個周末咪輸路咯，一個係管家，啲頭家係賭那就是賭多，邊賭醜，啲頭家係賭多，賭那邊賭醜，我估住到菜啲啊，出錯落路，出錯入路個係你個醜，聽你個專家，啊，所以啲得猛一個有啲個咪保住用，就是個係得住個啲個，而且就得猛一個啲邊咯，個係被包容，你必須專家了，被主動包容，個種嘅使用。個主做完咗多，做路咗多啊！咁咪你係俾貼去過俾天主個我已經報答，有個嗱到啦係因為我個係更也有見嘅，這個係路，這個就係路的路波，這個叫堵咯，俾人哋可以同你做堵，學個呢，台看住個係路正住個係路頂頭，係路下做知識俾咗路冧龍頭，俾咗路惡拍個做啦，俾人就係路的正喎，係路的正喎，冇能嚟弄到咗，個係路衝。能夠等他貼好，等他貼，我去路那內面咩是啦，冧龍頭啦，能住，係個正語啦，知道冇啦。